大家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咱常常讲搬戏空、看戏戆，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戏搬戏的戏。这个戏就是演剧的意思，像咱讲戏出。另外搬戏的团队，咱讲戏班；出钱请演戏的人，咱讲戏主。古早剧场讲是戏园。另外这个戏嘛无正经的意思，像讲演戏演无正经，叫做戏剧。一般咱较接读到，就是叫做戏人。不过咱的俗读音，就咱读做是戏人。另外，某人说戏，带大家做伙来了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词，咱看到这就是搬戏，某人讲是做戏演戏，讲搬戏是对做戏这个行业的尊重。人讲搬请搬请。第二个词就是一句俗谚语，讲戏棚卡徛久就是你的，戏棚就是戏台，若戏棚卡就是戏台卡。若是看戏徛上久的人，等到头前的人拢徛袂牢走去，安尼就当看甲更较清楚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比如讲，人咧讲，即届摕到金马奖影帝甲影后，拢是为小狗仔开始搬起。人咧讲戏棚卡徛久就是你的，总有一天就会出头天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戏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